18幕，命運的變調。林思雨在醫院醒來時，天光淡淡，窗外一片靜白。他仿佛從一場漫長的夢中醒來，身旁是一張熟悉又陌生的臉。你終於醒了。季晨的聲音溫柔，帶着壓抑的激動。他手裏拿着一束白色滿天星，放在床頭。你說過最喜歡這花。思雨望着他許久，眼神依然迷茫。我怎麼？你在簽書會後昏倒了，可能是太累。季晨頓了頓，醫生說是短暫性失憶，幸好現在都恢復了。他記得 ICQ 那個叫18歲的星遠的男孩，記得他說願你幸福，也記得他從時空那端替他改寫了命運。只是這裡已經是不同的世界了。他打量着四周，床邊的台上放着一套小說，書面最上面印着他的名字，林思雨作品集。冬夜。季晨遞上小說。你現在是編輯部總監，也是年度暢銷作家。季晨輕聲補充。但對我來說，你還是那個會為落單小貓咪落淚的女孩。思雨沉默，心底說：對啊，無論哪個時空的思雨，都在創作冬夜。思雨看着他，眼中多了一層感激。這些年，是季晨默默在背後支持他，給他時間、空間，甚至不求回報的守候。他亦幫他完成心願，出版《冬夜》。小說出版後，意外地引起了廣大讀者的共鳴。後來，《冬夜》成為了他第一本出版的作品。緊接着，他推出更多小說、散文，風格哀而不傷，冷靜中藏着炙熱，觸碰無數人的青春與回憶。憑着《冬夜》作品集，他成為了家喻戶曉的暢銷作家。第19幕，書展。書展會場座無虛席，媒體燈光閃爍，人潮如織。主持人站在台上，笑容得體。今天，我們非常榮幸邀請到紅遍全國的小說家來到現場簽書與對談。讓我們掌聲歡迎他上台。喬星遠老師。掌聲雷動中，星遠戴着金絲眼鏡，身穿深藍西裝，步伐穩重地走上台，神情鬆容，卻難掩眼底的疲意。他在簽名席落座，接受主持人的訪談。主持人問道：喬老師，你的《若時光有情》深受歡迎，不少讀者說讀完熱淚盈眶。你曾提過，這部作品靈感來自一位未竟之人，那他現在在哪？星遠靜了靜，才說：他活在我心裡。那如果有機會重來呢？你還會選擇與他走在一起嗎？他想也不想地回答：會。這時，主持人耳機裡似乎收到什麼訊息，眼神驚訝地望向牆邊，隨即對觀眾說道：我們現場似乎來了一位意想不到的觀眾。是的，真的嗎？林思雨老師也在現場，全場一陣驚呼。星遠心臟一縮，攝影機迅速轉向觀眾席，他穿着素白襯衫與淺灰長裙，髮尾微捲，步履鬆容。他眼神溫和，卻冷靜如水，一如多年以前。坐在他身旁的是一位身形挺拔、氣質溫潤的男子季晨。星遠的眼神瞬間凝住，像是靈魂被突如其來的光勾住。我們今天實在太榮幸了，有兩位重量級嘉賓來到我們現場。一位是喬星遠老師，而另一位是小說《冬夜》的作者。他的《冬夜》在全球銷售破100萬，被譽為女性文學的溫柔之刃。讓我們掌聲歡迎林思雨老師。星遠突然抬頭，目光掃過人群，直到那個熟悉又陌生的身影出現。星遠的目光凝住，仿佛時間倒流，而空氣卻結成了一道牆。思雨鬆容上台，眼神掃過四周，落在星遠臉上，又悄然移開。主持人驚喜道：林老師，太巧了，你怎麼會來？思雨微笑，其實只是陪朋友來看看書展。他說這裡有許多投資人和出版資源，沒想到會給你們發現我。他話說得平淡，但星遠卻如聚冰海。主持人繼續問：這兩部
小說《冬夜》和《若時間有情》，許多讀者認為他們之間像是某種鏡像的呼應。《若時間有情》寫的是一場錯過，而《冬夜》則像是對那場錯過的回應與救贖。星遠老師、林老師，你們認同這樣的看法嗎？星遠一時語結，喉頭微動，思雨接過話筒，語氣溫和卻清晰。也許吧。兩本書是不同的筆寫出來的，但有些情感跨越文字與時空，也許自然會彼此回應。主持人情細追問，所以思雨老師，你看過《若時間有情》嗎？他點頭，嘴角微微揚起，看過，也哭過。星遠抬眼望向他，主持人把頭轉向星遠說，接下來我們又訪問一下星遠老師。微笑問，星遠老師，你看過林思雨老師的《冬夜》嗎？那本書感情細膩，風格和你的《若時間有情》之間好像有某種難以言喻的共鳴。喬星遠望向遠處，沉靜了一瞬，才緩緩點頭。看過，他說，你覺得這本書怎麼樣？他垂下眼，語氣低柔，我不敢評論，但我知道他寫這本書的時候是在學着放下一段很深的感情。主持人微微一頓，你說得好像你認識他一樣。他只是笑笑，沒有正面回應，只說有些書不是寫給世界的，是寫給夜深人靜時那個自己都快忘了的自己。現場一陣靜默，仿佛什麼情緒悄然日出。懂的人已無需多言。第20幕簽書。訪問結束後，活動進入簽書時段，人群熙攘，書迷排起長龍。喬星遠手中捧着一本《冬夜》，走向另一側的簽名席。他站在桌前，將書輕輕遞出。林思雨抬起頭，目光與他對上。他只是淡淡地一笑，像當年他們初遇時那樣乾淨純粹，仿佛時間從未在他眼裏留下痕跡。桂臣站在一旁，微微傾身，低聲問：你認識他嗎？思雨看着喬星遠，眼神緩緩掠過他的額頭，滑至胸口，最後落在他右手前臂的位置。他轉頭看向桂臣，輕輕說：不認識。星遠用手輕輕握在右前臂。思雨和桂臣轉身離開，步伐輕盈又堅定。但喬星遠知道，那眼中一瞬閃過的光，熟悉而灼人，那是18歲時他最熟悉的林思雨的眼神。他始終記得那個時空裏男孩的刺青與承諾，只不過如今他選擇把愛安放在一個不會讓他再痛的地方。